另外，屏东的检方侦办民进党立委吴丽华罢免连书书内底涉嫌伪造文书这个案，拜三是约谈11个人去说明，其中领衔人张丰硕尾也是法院裁定收押禁见。也那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和王定宇的罢免连书书内底嘛有涉嫌伪造文书，即马台南的检方已经起诉。王定宇是有开记者会，讲伊要替侵犯这告主受侵害的台南市民来讨赔偿。评鉴侦办民进党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吴丽华罢免案第一阶段提议人的名册涉及不实的连署，17约谈11个人告案说明。罢免案的带头人张丰硕伫暗时声下，被告将自身担任领衔人应负的责任推诿给他人，跟共犯间的陈述又不一致，有可能为推诿卸责而影响或配合共犯的证述，有勾串共犯之余，故有羁押的必要，应予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台湾只要罢律就要办到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觉得它不是寒蝉效应啊，它根本是绿色恐怖。这个绿色恐怖已经弥漫在全台湾各地。台北市双吴罢免团体目前继续第2阶段的收件，不过罢免500连书数只敢若6000多分，离24000分的进度还阁差真多。带头人李孝良则是则讲无法度联络朱立伦，不过早起伫咧参加国民党公布全国连书据点记者会，对进前的发言表示道歉。我这边先跟大家道个歉。就是我昨天因为本人不当的发言，非常抱歉。然后我之后也会谨言慎行。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联署站的联署点，大家会更愿意出来签，而且这个是全台湾的联署大串联。人检伫最近检察长给起诉另一立委林俊宪、王定宇不实罢免连署案，王定宇开记者会要求替被侵犯告主的台南市民要求赔偿，同时也已经传呼律师团，欢迎选区的市民来查询，将会提供依照告知法要求赔偿的公诉办诉证来讨公道。求偿的2万元全部归被害者所得我们所有的律师都是义务律师，不会收取分文，完全义务协助。王定宇讲，根据告知法第28、29条，对被害人无用记或者是未当证明因实际损害也时阵，每一个个案上悬是赔偿2万。希望林俊宪等立法委员也能协助民众进行民事赔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